各位投資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港股市場透視。這是一檔由 AI 自動生成的每日盤後分析。此刻為2025年4月24日香港時間下午5點，讓我們以3分鐘破解今日市場迷霧。今日港股延續科技與醫藥雙主線行情，但市場走勢卻呈現不同面貌。恒生指數早盤曾一度觸及最高價22,093.68點，而恒生科技指數卻呈現波動，下跌1.46%。午盤成交額突破1600億港元之際，北水資金已淨流入78億，這已是連續第3天上演早盤搶籌、午盤整固的節奏。不過，市場並非全然歡騰，教育板塊上演驚險戲碼，博進教育卻收盤上揚2.63%，提醒我們結構性風險始終潛伏左右。資金正在進行一場精妙的板塊輪動，創新藥板塊仿佛成為新晉頂流力量，外來英單日暴漲11.5%，背後是 CDMO 訂單激增與藥監局加速審批的雙重利好。我亦注意到一個有趣現象，港股通創新藥 ETF 在過去3日的資金淨流入，相當於平時2週的水平。這種脈衝式佈局通常預示着中期行情。與此同時，工業金屬板塊異軍突起，中鋁國際交易表現略顯低迷，下跌1.09%，或許暗示着聰明資金正壓住全球製造業復甦之下一站。而中國鋁業則在今日成交量大幅放大之際，股價卻下滑1.17%，彰顯市場對錯殺股的重新盤整。然而，市場始終在貪婪與恐懼間搖擺。當前醫藥板塊市盈率中位數已達28倍，較歷史均值日價35%，這表明每3個標的中僅有一個處於真正的價值區間。更需謹慎的是，恒指期貨未平倉合約一夜間激增12%，這種罕見異動往往預示着市場將作出方向性的抉擇。今晚美聯儲利率決議猶如懸掛於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，芝商所數據顯示加息25個基點的機率升至68%，這可能令近期亢奮的外資驟然踩下剎車。站在這一時點，我的策略建議是穩守創新藥與科技硬件的核心倉位，卻亦要隨時掌握調整之機。具體而言，應關注2類機會：一是港股通持續增持且估值低於行業均值30%的隱形冠軍，例如部分工業金屬標的；二是即將公布超預期業績的錯殺股，比如今日成交量大幅放大且股價下滑1.17%的中國鋁業。切記，當納指所影射的科技股狂歡蔓延至港股時，真正的贏家往往是那些能夠兌現業績的實幹派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慧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僅供資訊與教育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專業財富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明日同一時間，我們再度解碼市場脈動。